當生活重重咁壓住個膊頭，當心情跌到落谷底，你有冇試過好似咸麻先生咁，覺得成個世界都變晒灰暗？喺咸麻先生去睇心理師呢本溫暖嘅書裏邊，我哋見到一隻深陷憂鬱嘅咸麻，透過心理諮商嘅過程，重新揾翻內在嘅力量。其實每個人嘅生命裏面都會有咁啲時刻，難過好似海浪咁湧過嚟，令我哋覺得就快浸死。但係呢本書提醒我哋一個重要嘅事實，我哋都有時候會覺得難過，但係我哋都有能力去克服呢啲難過。難過並唔可怕，可怕嘅係我哋將暫時嘅情緒狀態誤以為係自己嘅本質，就好似天空有時會烏雲密布，但係藍天從來冇消失過，只係俾暫時遮住咗。當我哋能夠睇清楚呢一點，就已經開始行出陰霾嘅第一步。痛苦係人生嘅必修課，但絕對唔係永恆嘅狀態。每一次嘅低潮，其實都係生命邀請我哋更加深刻咁認識自己，學識同內在嘅各種情緒和平共處。好多時候，我哋習慣將責任推俾人哋，係佢令我生氣嘅，係環境令我痛苦嘅，係命運對我不公平。但係當我哋停止呢一種外在歸因，真正嘅力量先會返自己身上。承擔責任聽落好沉重，但其實佢係一份禮物，因為當你為自己負責嘅嗰一刻，你就重新攞返選擇權，你唔再係生活嘅受害者，而係自己命運嘅主人。呢種轉變並唔容易，需要好大嘅勇氣。我哋要放低怪責人哋嘅習慣，放低都係人哋嘅錯呢種睇落輕鬆嘅諗法。但係當我哋真係做到為自己負責，我哋會發現一個驚人嘅真相，原來我哋一直都擁有改變嘅力量，只係之前將呢個力量交咗俾人哋。承擔責任意味住承認自己嘅脆弱，同時亦意味住承認自己嘅強大。呢個係心靈自由嘅起點，亦係所有療癒嘅基礎。咸麻先生去睇心理師入邊有一句說話特別打動我，如果你為自己負責，就會認識到你對自己係有自主權嘅，因此你就知道自己有力量嚟改變處境，更重要嘅係有力量改變你自己。呢一句說話揭示咗一個深刻嘅智慧，我哋每個人內在都有一股巨大嘅力量，只係我哋成日忘記咗佢嘅存在。當我哋將注意力放喺外在嘅人事上，抱怨環境，抱怨人哋，我哋其實係喺度消耗自己嘅能量。但係當我哋轉向內在，開始探索自己嘅內心世界，我哋會發現嗰度有無窮嘅資源。呢種內在力量唔係要我哋變得硬淨或者冷漠，而係要我哋學識喺風雨中保持內心嘅穩定。佢令我哋由生活嘅受害者轉變為自己生命嘅創造者。每一個困難都成為成長嘅機會，每一次挫折都成為更深刻認識自己嘅契機。我哋成日以為情緒係被動發生嘅，好似快樂或者痛苦都係外界強加俾我哋嘅，但其實喺每一種情緒嘅背後都隱藏住選擇嘅空間。當有人講咗傷害我哋嘅說話，我哋可以選擇憤怒，亦可以選擇理解。當遇到挫折時，我哋可以選擇沮喪，亦可以選擇將佢當作學習嘅機會。呢個並唔係話我哋要壓抑情緒或者假裝堅強，而係話我哋可以學識觀察自己嘅情緒模式，乜嘢情況會觸發我哋嘅憤怒，乜嘢說話會令我哋覺得傷心。當我哋開始理解呢啲 triggers 同反應之間嘅關係，我哋就逐漸掌握咗情緒嘅主導權。呢個過程需要耐性同練習，就好似學習任何一項技能咁。但係當我哋真係掌握咗呢項能力，我哋會發現自己內在有一種前所未有嘅自由同平靜。書中仲有一句令人深思嘅說話，冇人可以令你唔快樂，係你選擇咗令自己唔快樂。呢句說話初初聽可能會令人覺得有啲 harsh， 但係佢其實指向咗一個重要嘅真理，我哋嘅快樂唔應該建立喺人哋嘅行為或者外在環境上。當我哋將快樂嘅決定權交俾人哋，我哋就變成咗情緒嘅乞衣，成日喺度等人哋嘅施捨。但係當我哋學識由內在穩定同滿足，我哋就擁有咗真正嘅自由。呢個唔係話我哋要變得冷漠或者自私，而係話我哋要學識先愛自己，接納自己，然後先可以真正咁愛人哋。真正嘅穩定嚟自於內在嘅平衡，嚟自於對自己嘅深刻理解同接納。當我哋唔再依賴外在嘅認可或者條件嚟定義自己嘅價值，我哋就揾到咗內心真正嘅家。理解呢啲道理只係開始，真正嘅改變需要持續嘅實踐同覺察。就好似奇蹟課程所講嘅，學習係一個過程，需要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邊不斷咁練習同應用。我哋可以由簡單嘅覺察開始，注意自己喺咩情況下會情緒失控，觀察自己嘅思維模式，留意內在對話嘅品質。每晚用幾分鐘反思，今日我有咩時刻選擇咗愛而唔係恐懼？
有乜時刻我為自己嘅反應負咗責？有乜時刻我記起咗自己內在嘅力量？呢種持續嘅自我觀察會逐漸改變我哋嘅內在程式，令我哋建立更健康嘅心理模式。記住，成為自己生命嘅主人唔係一夜之間嘅事，而係一個充滿愛同耐性嘅學習過程。每一小步都值得慶祝，每一次覺察都係進步。願你喺呢一條自我發現嘅路上，揾到內心真正嘅平靜同自由，成為自己最好嘅朋友同最溫柔嘅陪伴者。